是否曾经在久坐后站起来时，突然感觉小腿一阵紧绷的拉扯感？那种感觉就像腿里面有一条橡皮筋突然断掉一样。或者你注意到，即使在温暖的房间里，你的双脚却感觉比以前更冰冷，而你只是悄悄告诉自己，这大概只是年纪大了吧。我是林医师，我需要你清楚地听我说这件事。这些微小的感觉并不总是无害的。对于许多50岁以上的成年人来说，这些可能是体内静静形成血栓的最早期低语，早在疼痛、肿胀或任何明显的警讯出现之前就已经发生了，而这正是它如此危险的原因。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住院，不是因为他们忽视了胸痛，而是因为他们忽视了那些细微的迹象：沉重的双腿、奇怪的压迫感、一闪即逝的发热感，或是无法解释的疲劳，血栓通常不会大声张扬，它们安静的、缓慢的、耐心地累积，直到有一天，它们阻断了通往心脏、肺部或大脑的血流。当那一刻来临时，往往没有第二次机会。更令人不安的是，随着年龄增长和现代生活方式带来的发炎反应，血液循环不良和血栓风险会自然增加。即使你做对了大部分的事情，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仍处于风险之中。但这里有一个大多数人从未听过的好消息：你的身体并非无能为力。解决方案不是恐惧，而是理解。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带你了解6种有科学根据的草本植物。研究显示，它们能够支持健康的血流，降低血小板的粘稠度，保护你的动脉，并帮助你的身体自然且温和地方遇危险的血栓。我们将从第6项倒数到第1项。最后一项草本植物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讶，因为大多数人从未被告知它真正的力量有多强大，所以请务必看到最后。这不是关于速效疗法或夸大的医疗承诺，而是给予你的循环系统，它在被迫发出求救讯号之前一直在悄悄请求的支持。当大多数人想到循环问题时，脑海中浮现的通常是阻塞的动脉或严重的医院扫描影像。但在现实生活中，循环系统通常不会一下子全部失灵，它是悄悄地变慢。最早出现征兆的地方之一就是双腿、沉重的小腿、冰冷的双脚，以及久坐后那种顿顿的压迫感。我曾经有一位患者告诉我，林医师，我甚至还没开始走入腿就觉得累了。没有什么戏剧性的变化，没有疼痛，只有那种大多数人学会忽视的持续沉重感。这就是辣椒登场的时候。对许多人来说，辣椒只是热度，只是撒在食物上的一种新香料。但在那股热度之中，含有一种叫做辣椒素的化合物，它在你的血管内执行着非常特定的功能。辣椒素不是强迫心脏跳得更用力，而是帮助血管放松并稍微扩张，让血液在阻力较小的情况下流动。把它想象成通过拓宽道路来疏解交通，而不是让车子开得更快。科学证实了这一点。发表在《临床营养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辣椒素能改善血管内皮功能，也就是血管适当扩张的能力。另一篇发表在《循环》期刊的论文显示，辣椒素可以降低血小板的粘稠度，这意味着血球比较不容易聚集在一起形成早期的微血。这点很重要，因为血栓一开始并不是紧急状况，它们始于微观层面的交通堵塞。经常摄取少量辣椒的人，通常会注意到微妙但重要的变化：手脚变暖，双腿感觉更轻盈，以及走路时的耐力变好。这种温暖的效应不仅仅是一种感觉，这是一个信号，表明血液实际上正在到达最需要它的区域。而且还有一个人们意想不到的好处：改善循环也支持消化，因为肠道对强健血流的依赖程度并不亚于双腿。使用辣椒不需要极端的剂量，
将一小撮辣椒粉混合在加了柠檬的温水中，或是轻地加入汤品和淡料理中，通常就足够了。在早上随餐食用，可以温和地启动循环，而不会刺激胃部。关键在于持之以恒，而非强度。但这也是重点所在。辣椒主要帮助血液更自由地流动并保持温暖，这很强大。但循环健康不仅仅是关于流动，还关乎心脏如何有效地将血液向前推动，特别是当我们年龄增长时。这就是下一种草本植物悄悄发挥辣椒所不能及之作用的地方。辣椒帮助血液移动，它温暖系统并开通道路。但正如许多人随着时间推移所发现的，更好的循环不仅仅是流动顺畅，还在于心脏必须多费力才能将血液推向前。这就是随着我们变老，情况悄悄改变的地方。我记得有一位老伯伯告诉我，临医时我还能走路，但我比以前更容易喘。我的胸口不会痛，只是觉得紧紧的。他的检查结果并不具戏剧性，但他的心脏确实比应有的状态工作得更辛苦，试图将血液推过那些慢慢变得较不灵活的血管。那种压力不会大声呼喊，它只是低语。这就是山楂进场的时候。山楂不刺激，也不强迫，相反地，它以一种更平静、更聪明的方式支持心脏。山楂的果实、叶子和花朵含有类黄酮和原花青素，这些天然化合物有助于血管稍微放松，并减少循环系统中的阻力。简单来说，山楂帮助心脏更有效率地帮谱，而不是更激进地跳动。临床研究支持这一点。一项发表在美国医学期刊的大型统合分析发现，标准化的山楂萃取物在配合标准护理使用时，显著改善了轻度至中度心脏衰竭患者的运动耐受力，并减轻了症状。其他发表在像《药理学前沿》等期刊的评论也强调了山楂的抗氧化和血管保护作用，显示它有助于保护动脉，避免受持续的损伤和僵硬。还有另一个层面经常让人惊讶，研究表明，山楂可以温和地影响血液中的天然抗凝血因子，使血小板稍微不那么容易聚集在一起。它不是强效的血液稀释剂，但足以支持长期的顺畅流动。这就是为什么医生建议在将高剂量山楂与处方抗凝血剂合并使用时要谨慎的原因。大多数人使用标准化的山楂胶囊、液体萃取物或茶饮，每天随餐服用1到2次。几周后，许多人描述了微妙的变化：活动时呼吸感觉更轻松，胸闷感减轻，手脚感觉更温暖，耐力也慢慢恢复。这些不是瞬间的速效，而是随着心脏工作负荷减轻而建立起来的安静改善。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转折，山楂支持的是帮谱，也就是心脏本身。然而，即使是一个强壮、有效率的心脏，也依赖于另一个同样关键的因素：最微小血管的健康，特别是那些位于大脑和腿部的血管。下一种草本植物正好作用在山楂无法触及的地方。山楂帮助心脏更有效率地跳动，减轻每一次搏动的负担。但如果最细小的血管紧绷、僵硬或阻塞，即使是最强的帮谱也无法输送血液。这就是循环问题经常隐形的地方，深藏在大脑内部、脚部以及那些悄悄决定你头脑清晰度和步伐稳健度的纤细微血管中。我曾与一位女士谈过，她说：“林医师，我的心脏检查没问题，但我的头感觉很沉重，晚上脚会麻，没有胸痛，没有紧急迹象，只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迷雾感和双腿从未完全活过来的感觉。”这是一种大多数扫描都会遗漏的循环问题，因为它不发生在大动脉，它发生在微循环中。这就是银杏变得至关重要的地方。大多数人认为银杏是记忆保健品，但那只是故事的一半。
银杏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改善了最微小、最脆弱血管中的血流，这些血管负责向大脑、神经和下肢输送氧气。它的活性化合物称为黄酮配糖体和萜类内酯，有助于血管放松，同时减少血小板凝集，这意味助血球较不倾向于粘在一起，形成胃血栓。这里的科学依据很强。标准化的银杏萃取物常标示为 XB761，在欧洲和美国已被广泛研究，发表在《植物医学》和《老龄化神经科学前沿》等期刊的研究显示，银杏能改善脑血流，降低血液粘滞度，并保护血管避免受氧化压力的伤害。简单来说，它帮助血液流动到平常最难到达的地方。持续服用银杏的人通常会注意到一些起初感觉几乎像是情绪上的变化，思绪更清晰，针刺感减少，晚上的脚步更温暖，以及头部那种沉重浑浊的感觉减少。如果在白天较早时随餐服用，特别是搭配像橄榄油这类健康的油脂，它的吸收会更好，效果也会感觉更稳定。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暂停时刻。如果你曾经经历过脑雾、脚冷或麻木，问问自己，你有注意到这些迹象是多年来慢慢爬上升的吗？如果是的话，请在心里记上一笔，你并不孤单。尽管银杏主要在微观层面上帮助流动和清晰度，但循环健康不仅仅是保持血液流动，它还关乎防止血小板一开始就变得太黏。这将我们带到了一种在厨房里如此常见，以至于大多数人从未怀疑它在动脉内悄悄做什么的草本植物。银杏帮助血液到达最小的血管，让循环沉寂的地方恢复清晰。但还有另一个许多人没有意识到他们正面临的问题，即使血液在流动，它仍然可能变得过于粘稠。血小板开始结块，不是在一个戏剧性的瞬间，而是逐渐的，在症状出现很久之前，就为血栓搭建了舞台。我曾经遇过一位家庭主妇，她每天在家做饭，吃住她认为有益心脏健康的饮食。然而在漫长的午后，她仍然感到腿部紧绷，还有一种来去的微妙压迫感。她说，我每件事都做对了。她可能确实如此，除了一件事，她不知道一些最强大的循环支持可能来自我们已经在使用的最简单草本植物。这就是罗勒或是台湾常见的9层塔改变对话的地方。大多数人认为罗勒脂是一种调味，清新、清淡、无害，但罗勒含有像丁香酚和类黄酮这样的化合物，直接影响血小板的行为。罗勒不是强迫血液激进地变稀，而是帮助血小板变得较不活跃，降低它们粘在一起形成早期血栓处的机会。研究支持这一点。实验室和动物研究显示，罗勒的水萃取物可以显著减少血小板凝集，这是血栓形成的第一步。心血管药理学期刊的评论也强调了罗勒的抗氧化和抗发炎作用，这有助于保护动脉，避免受那种随时间推移会助长血栓形成的刺激。特别是丁香酚已被证实可以抑制血小板活化，而不会过度增加出血风险，这表明了一种更平衡、温和的效果。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注意到的是微妙的，但有意义的。经常食用后，罗勒通常会带来更温暖的手脚、更轻盈的双腿以及更轻松的行走体验，特别是在循环通常变慢的傍晚时分。而且不像许多保健品，罗勒可以毫不费力地融入日常生活。一杯温热的罗勒茶，一把新鲜叶子与橄榄油和大蒜混合，或者只是简单的把它加到餐点中，就能为循环建立一个稳定的支持节奏。在白天较早时随餐食用罗勒的活性化合物吸收得更顺畅，特别是搭配橄榄油或坚果等健康脂肪时。经过数周和数月，
这种一致性比任何单一剂量都重要。罗勒不会冲击系统，它训练系统表现得更好。但这里才是事情变得有趣的地方。罗勒有助于保持血小板冷静和血液较不粘稠，然而循环健康也取决于你的动脉随着岁月流逝还能保持多大的弹性。因为即使是冷静的血液也难以通过僵硬的管线。这将我们带到了一种大多数人走过却不会多看一眼的花朵，一种悄悄影响动脉弹性本身的植物。罗勒帮助保持血液冷静和较不粘稠，这已经降低了早期血栓形成的风险。但还有另一个随着年龄增长而累积的隐形问题，即使在饮食良好且保持活跃的人身上也是如此。随着时间推移，动脉本身开始失去弹性，它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扩张和收缩。当血管变硬时，无论血液本身有多健康，血流都会变慢。我曾经与一位女士交谈，她说：“林医师，我开始走路时腿感觉很好，但在坐了一会儿之后，它们感觉紧绷又沉重。”她的循环检查没有显示警报，但她的动脉已经变得较不具弹性，使得血液流动效率降低，特别是在长时间休息之后。这是血栓风险中最常被忽视的因素之一。这就是红花苜蓿悄悄发挥作用的地方。红花苜蓿通常与荷尔蒙平衡有关，但那只是它故事的一部分。它含有天然的异黄酮和类香豆素化合物，有助于动脉保持更灵活和反应更灵敏。红花苜蓿不是强迫血管打开，而是支持动脉壁软化和适应的自然能力，减少血液流过时的阻力。临床研究支持这种效果。发表在更年期和动脉硬化等期刊上关于红花苜蓿异黄酮的研究显示，停经后成的动脉僵硬度和血流介导的扩张功能有所改善。简单来说，血液流动得更顺畅，因为管线不再僵硬。这种僵硬度的降低也减少了血小板聚集在一处，并形成容易产生血栓的交通堵塞的机会。持续使用红花苜蓿的人通常描述微妙但重要的变化：晚上的双腿感觉更轻盈，久坐后小腿的压力减少，以及手脚的保暖度改善。许多人也报告感觉更平静，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更好的循环减少了心脏和神经系统的压力。红花苜蓿最常用作茶饮或标准化萃取物，在傍晚或晚上喝一杯茶，很自然地融入日常作息，并且很适合搭配香绿叶蔬菜、橄榄油和坚果这类对心脏有益的食物。经过数周和数月，这种稳定的支持有助于动脉表现得更像灵活的水管，而不是僵硬的管子。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转变：红花苜蓿支持血管弹性和长期流动。然而，即使是灵活的动脉，仍可能被在背景中默默运作的慢性发炎和氧化压力所破坏。最后一种草本植物解决了那个更深层的问题。这个层面可以悄悄地影响循环、心脏健康和长期结果，其程度超乎大多数人的想象。红花苜蓿帮助动脉保持灵活，让血液无阻力地流动，但有一股更深层的力量在悄悄破坏我们目前所谈论的一切慢性发炎。即使有良好的血流和灵活的血管，发炎也会慢慢破坏动脉壁，增加血小板活性，并为危险血栓在毫无预警下形成创造完美条件。我曾经与一位男士交谈，他说：“林医师，我吃的比以前好，我每天走路，但我体内仍然感觉疲累和沉重。”他的检验报告并没有显示危险，但在他的体内，发炎反应正不断刺激他的血管，让他的循环系统工作的比需要的更辛苦。这是大多数人从未看到的层面。这就是黑种草，又称玉
与这份清单上其他东西不同的地方，黑种草不只专注于循环的一个部分，它像是一个安静的全身系统保护者。它的关键活性化合物百里坤已被证实能减少慢性发炎和氧化压力，这是动脉损伤和异常凝血的2大驱动因素。黑种草不是在问题出现后才反应，而是帮助平息那个让问题得以发展的内部环境。这里的科学证据令人信服。发表在《植物疗法研究》和《心血管药理学期刊》等期刊的实验和早期人体研究显示，黑种草可以改善血质谱，支持更健康的血压，并减少血小板凝集。当血小板较不活跃且血管壁较少发炎时，血栓形成的风险不是突然下降，而是稳步下降。持续使用黑种草的人通常描述的变化超越了循环本身，他们报告能量更稳定，走路时双腿更轻盈，用力时胸部沉重感减少，以及身体感觉更平衡的整体感。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发炎不仅影响心脏和血管，还影响代谢、肾脏和整体耐力。黑种草可以整颗种子、粉末或油的形式摄取。一种常见的方法是每天随餐服用半茶匙的黑种草油1到2次，搭配含有健康脂肪如橄榄油或酪梨的餐点，以提高吸收率。这不是关于大剂量，而是关于长期支持。但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黑种草不是要取代其他草本植物，它是将它们串联起来。它支持助循环、心脏健康和血管完整性之下的地基。一旦你了解这6种草本植物如何协同作用，最后一步就变得很清楚：如何将这些知识转化为一个简单的日常习惯，真正保护你的未来。在我们结束之前，我要你慢慢且清楚地听这段话。如果你一直担心你的循环、你的心脏，甚至是你的肾脏，这并不代表你的身体正在辜负你，这意味着你的身体正在寻求支持。而你坚持看到这一刻的事实告诉我一件事：你在乎你的健康，这已经让你领先大多数人了。微小稳定的选择比剧烈的改变更重要。一个每天重复的简单习惯，更好的循环，更平静的发炎反应，更健康的血流，不仅保护你的心脏，也保护你的肾脏，因为你的肾脏依赖前进稳定的血流来过滤废物、调解体液，并保持身体平衡。当循环改善时，你的肾脏就不必在沉默中挣扎。你不需要一次做所有事情，从一个小步骤开始，一种草本植物，一个日常惯例，一个开始关注身体一直试图告诉你的讯息的决定。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温和的改变可以累积成对你的心脏、血管和肾脏健康的真实保护。如果这些资讯帮助你更了解自己的身体，请保存这份内容，以便在你需要提醒时回来查看，并欢迎关注我们的资讯，因为这里我们分享最新多学音乐科学资讯。我会在这里陪你走过这段旅程。你在这件事上并不孤单，你的身体没有坏掉，只要有正确的知识和持续的照护，它仍然可以反应、恢复并保护自己。请保重自己，我们下次见。